咩问题？一只咩不客长，侬客长说咩话？很有名的当中，侬客长说咩话？咩话是客长？耶稣操，你那三个？你那三个名头？法典，耶路撒冷进，耶路撒冷进，是沿橄榄崩，沿橄榄崩，沿橄榄。沿橄榄崩，沿橄榄崩，北法以俄罗浪。北法以我法以北法以北法以俄罗浪俄罗浪俄罗浪耶稣操，你那三个？你那三个名头？法典，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进，耶橄榄崩，橄榄崩，橄榄峰，橄榄。橄榄，哒哒滴哒哒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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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哒哒滴，橄榄峰 ，olive。橄榄就是 olive， 橄榄峰，橄榄崩，北法起，北法起义，北法义，他写的是北法起，北法义，北法起，对，就学的韩语的那个北法起。北法以俄罗浪，耶稣操你那三个名头法典，耶路撒冷进，沿橄榄崩，北法以俄罗浪。耶稣操你那三个名头法，就是你呀，耶路撒冷，你呀法，耶路撒冷进，沿橄榄 olive，
橄榄风被发以欧罗浪，那个春就是浪就是香这个词。耶稣草里面三个名头发电耶路撒冷经验橄榄风被发以欧罗浪。有面分散几个国家，也要托付我们有面努力向上，死不待我，祝愿有面学业有承恩，走向文明进步，永享幸福平安。海来能拥抱海来保面平安。来